佢自己慢慢再諗下咯，睇下佢放唔放得低佢以前曾經中意嘅嗰個佢咯。逢星期六晚12點到1點，自作樂很快樂。禮拜二晚8點，天外有天。陳一華嗰種嘅即係參與之外咧，即係如果你話要關愛啊，要咩成咧？阿林國璋牧師咧，其實都係做緊啲嘢嘅喎。冇錯，即係佢都仲係配嗰啲露宿者嗰啲守護兄弟咯。見到啲守護兄弟嗰啲俾食環署嗰啲咩夜媽媽噴啲水啊，就掉你啲嘢啊，佢就去陪佢瞓街。然之後見到嗰啲兄弟啊、露宿者嗰啲俾政府嗰啲食環署啊、俾警察嗰啲蝦咧，佢又同佢一齊去爭取翻佢哋應有嘅，係嘛？入晒就咁參與，入晒就咁樣參與。但係阿林國璋佢冇諗住話要加入議會啊，我哋要入去立法會先至可以幫到啲露宿者啊！佢從來冇咁認為嘅喎，係咪？你講嘅係咪啊？禮拜二晚8點，天外有天。11月5號，愛多啲，愛上。To infinity and beyond. 我哋係 Swing 香港人網，咁講至好聽。林宇陽、萬必、劉墉，仲有袁利明同星屑醫生，同你一齊成就妄想最大檔。好，9點34分開始今晚嘅妄想最大檔節目。咁咧上一集咧我哋講過啦，咁啊喺9月之後咧妄想最大檔嘅監製咧會係輪任制㗎。咁啊雖然我今日坐喺中間位啦，但係輪任主席係林總林。你主席呢啲係唔可以立亂認做㗎喎。而我理論上係唔使輪任嘅啫。點解你唔使輪任啊？好，呢個世界好多嘢都冇得解㗎喎。係啊，真係好多嘢冇得解啊！我唔做主席㗎。係啊。我呢啲做咗主席，陣間又話俾建制派支持，唔好咧。邊個做建制派先？你呢度邊個建制派啊？嗱，今日咧我去咗一個高峰論壇圓桌會議，圓桌哇！一陣間詳細講下，都有刀來刀往啊咁樣嘅。不過我想講翻倒數翻啦，即係倒序法啦。呢3日咧就真係好充實，係咪啊？唔係3日4日啊，即係連埋今日係4日。唔係我印象中你即係當任議員之後到而家都係充實到不停。但係其實今個禮拜先係最值得紀念啊，因為今個禮拜你處理立法會大會發言啊嘛。係啊，即係由9月9號當選到而家，今日幾多號啊？10月幾多號啊？18啊，20啊？10月20號，只係1個月鬆啲嘅時間咧。我又覺得已經可以好似過咗咧成3-4個月咁樣啦，即係諗翻選舉咧，好似係好耐以前係啊，係啊，因為咧，即係喺立法會即係上任咗議員之後咧，即係喺立法會裏邊嘅工作啊，即係你唔好講話地區啊，淨係喺呢棟 building 啊，立法會大樓裏邊咧係你係唔走咧，你都係做唔晒嘅。嗱，議會以前咧星期3開會，我見啲人星期3黃昏都係跑馬噶啦，嗰啲功能組別議員咧。但係你知今年開始咧，立法會係星期3嘅11點開會，開到理論上可以開到夜晚12點，但係咧都係開唔完嘅，9成9。咁就會再禮拜4續會，禮拜4朝早9點再續會，咁啊開完為止。啊，呢個就叫做咧一個基本每週立法會嘅會期啦。咁禮拜4開完之後，禮拜5咧就開內會加財會，所以琴日咧又開到成9點，即係由晏晝嘅2點開到9點，啊就係坐喺度嘅啫。係啊，即係見嗰啲蔣麗芸啊、譚耀宗啊、葉國謙，真係仲多過見老豆老母啊咁樣噶。你見到你老豆就驚啦！黐線，我見阿葛珮帆都喺佢嗰個 Facebook 嗰度呻啊。呻咩？係啊，又話哇好坐得好耐啊，跟住啲議員又拉布又質呢個嗰個啊咁樣，咁唔做啦。英文咁樣唔好做啦。係啊，唔好做啦，邊個叫佢做啫？咁辛苦嚇，同埋其實人哋選到中大校董喎，走啦！哇，喺先頭樓喎，咁又冇啊嗱，人哋博士定碩士啫，你快啲幫我問下佢啊！又博士翻啊？博士㗎，點解咁威嘅？但係佢選嗰時明明得翻碩士嘅啫喎。佢選嗰時驚博士嗰個銜頭惹是非，就收埋先，就拎個碩士出嚟。咩香港大學咩家庭治療輔導啊？唔記得啦啫。咁而家又有4年玩啊嘛，咁啊到時選再收翻埋咯。
喂，嗱，講啲最新鮮鬼辣嘅事，我啱啱咧喺政府總部嘅公民廣場嗰度咧係翻嚟啦。今晚繼續都有 DBC 嘅環星語文嘅現場直播版啦。我知道香港人網都好高效率。本來之前我哋播節目咧就淨係聲音啦。今晚我見到都有視像嘅播出，咁現場咧真係個氣氛咧係比較愁雲慘淡一啲嘅。哦，係啊，係啊，台上嘅廣場正副指揮啦，林旭華啦，咁就正副指揮啦。我唔知佢邊個正邊個副好，應該係林旭華正。係，好似係。咁就都有兩度咧，係即係好似我落淚嗰啲即係烏煙，係啊，嗰啲叫做咩啊？哽煙係咪啊？係咁現場個。即係氣氛係，你知道去到應該係去到聽晚嘅11點就會完結啦。咁今日咧我去到嗰陣時咧就播咗一條絕密片段，其實咧就係 DBC 管理層嘅會議嘅一個錄音嚟嘅。咁裏邊有最重要幾個信息啦，包括就係黃楚標親口話咧，中聯辦唔高興揾阿李慧玲嚟做節目嘅噃，咁樣即係講到即係出面啊呢樣嘢，即係話中聯辦係其實干預一個香港嘅傳媒嘅獨立運作嚇。咁另一個後半段嘅片段就係講咧即使鄭經翰係有錢，即使係即係好多人夾到錢，有白武士出現。黃楚標咧亦都唔會賣俾佢嘅，咁由此咧呢一個片段就可以證明咧呢一個唔係股東之間嘅商業糾紛，因為商業糾紛咧就用錢可以解決㗎，而家咧已經唔係錢銀嘅解決，而家肯定係一個政治嘅事件，呢個係冇得爭拗嘅。即係如果你話去到立法會又去即係拗資訊科嘅委員會嗰啲建制派實係話商業糾紛嘅話，你商業糾紛你就唔使你拎條聲帶擺喺何秀蘭耳邊，係啦，何議員都話係啦，係商業糾紛。而家我差啲都信埋佢，轉咗㗎啦，係啊，又有發信發聲明，即係撐 DBC 撐言論自由。哦 really 係啊，廣播自由。范蓋咧？范蓋有冇撐啊？呢個你以為你話范國威，范國威咧有冇撐啊？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嘅呢兩日都可以去到政府總部嘅公民廣場之外啦，去支持下呢個活動。咁你有冇發言啊？你有發言啊？嗬，我有，即係好似主持咁。但係你發言嘅內容係乜嘢？你同邊個一齊啊？我坐林旭華隔離咯。哦，咁同場仲有邊個？同場仲有陳景輝啦，黃世澤啦。哇！因為黃世澤咧做咗一個工程，佢就係幫手剪呢一條絕密片段同埋將呢條絕密片段咧就寫成 transcript 好難嘅原來。係啊，因為啲聲唔係錄得好好噶嘛，要用 iMovie 整㗎，有咩機嘅人都未必識用㗎。咁佢仲要咧係佢因為佢驚條片啲聲咧唔係咁清晰啦，佢係現場仲朗讀咗嗰個絕密片段裏邊嘅成個 script 出嚟俾咧啲可能。即係啲老人家未必聽得咁好。多謝晒，多謝。海琪唔喺度啊？海琪今晚我又唔見喺台上邊喎。有咁多咬字清晰嘅人叫黃世澤。好啦，跟住咧人都一番好嘢係嘛？唔係咁呢個係廣播嘅要求嚟㗎嘛？真係唔係有把口就做到廣播去討論。唔係我係針對黃世澤啊，我係吹咩？OK， 好，我尊重香港人望嘅地方，香港人望 CEO 嘅發言。咁啊係啊，你查一走，咪人一走查阿梁㗎啦。咁啊唔係，咁下一步咧就話有啲高等嘅義工咧會將佢唔使讀啦，即係佢將嗰個 transcript 做咗字幕咪得咯，即係大家一路睇嗰條片啊，一路咁而家網上都係廣傳緊啦，即係大家知道，即係中聯辦嘅干政干預香港嘅事務，即刻打嚟話你啊，即係。干預香港嘅事務咧，就係大家都知㗎啦。但係呢啲叫寧俾人知，莫俾人見。係啊，其實之前一路有傳係阿李慧玲，其實係其中一個係導火線嚟㗎嘛。咁但係自己都實傳翻出嚟啦。呢個咁嘅絕密片段其實幾時嘅事嚟嘅咧？其實係再之前㗎啦，跟住李慧玲請李慧玲去嘅時候先。而後半段嗰個話唔會賣就係近排嘅事，我就剪埋一齊嘅，係剪埋一條片5分零鐘。如果大家有時間咧，都可以上網去聽一聽呢條片。好快已經喺 Facebook 度廣傳緊，就冇乜特別新意，不過真係寧俾人知莫俾人見咯。我喺台上面都講，有時你係入唔到中聯辦嘅，因為咧即係奴才嘅奴才去做嘢咧，佢唔需要個主子咧係承擔責任。我嗰陣時唔知你哋有冇聽過，有冇講過？我同內地廣東電台南粵之聲係聯播一個節目，嗰陣時喺新城。越講越過界，越講越流行，越廣越流行咁樣。咁咧6/4嗰日
嗰個主持就同我講，就話嗱，今日咧我哋就唔能夠講6同4呢個 number 嘅，即係遇到天氣啊、報時啊、新聞啊有呢兩個 number 咧，都唔講得。5+1咁啊！你總之就唔好講啦嚇，寧願唔報都好過唔出呢兩個字。如果咪就好大劑嘅。呢啲咧我就覺得未必係中央領導人下嘅旨意嚟嘅，係嗰啲監製甚或至即係可能係講機構嘅老細，或者係只係監製層嘅人咧，係自己屎忽鬼咧，就驚青咧就去做呢啲嘢嚇。你話中聯辦食飯咁，可能彭清華講咗哇咁樣，即係李慧玲嗰啲好咩嘅喎，咁又算唔算干預咧？即係你係咬唔入翻中聯辦嘅，我覺得嚇。黃楚標亦都蛇咬都唔會認咧，係中聯辦係俾一個指令俾佢咧，要佢咁做嘅，即係你聽到中方有中方背景，有個咁嘅意見，咁我就接納咗佢意見，就反映翻出嚟啦。喺個董事會嗰度即係傾開閒偈，你係入唔到中聯辦數嘅。但係呢個咁醜惡嘅，即係我哋就會睇得到嚇，究竟能唔能夠即係升溫到係一個整個社會層面，即係你知搞社會運動，如果一間電台佢自己嘅股東糾紛咧，咁就動員能力係有限啦。梗係啦。咁你冇聽過 DBC 亦都唔會肉赤，亦唔會覺得佢有同冇啫。但係你如果去到佢係會封殺傳媒嘅咁呢個就升咗一個層次啦。即係我覺得如果要搞呢個運動咧，就係、是。DBC 好似個 BB 仔咁，即係佢而家出咗世年幾，咁你就話佢咧唔識賺錢養家咧，就碾死佢啦咁樣。咁但係你知道而家特區政府咧，或者叫做中聯辦呢啲港共政權咧，係越嚟越咧係赤裸㗎，即係好似3間免費電視台咁樣咧，佢而家係喺個肚嗰度懷胎咧，已經想踩死佢，唔俾佢出世㗎啦。係啊，因為佢驚出咗世咧，佢管唔到，即係好似 DBC 咁管唔到，佢又要碾死佢。係啊，特別係魔童啦，要碾死翻個電視台係好艱難嘅事嚟嘅嚇。咁所以我知道譬如王維基好努力啦，但係其實努力之餘咧，我都聽過曾經公開講過就話其實佢哋個電視台咧係主要係娛樂節目嘅，就時事節目咧就唔係好多嘅啫。其實呢啲我都覺得係講俾政府聽，或者講俾即係有關人士聽，你唔使咁擔心。我哋拍紀錄片啊，拍劇集啊，即係。但係而家咧，港共政權咧係唔理你嘅，佢堅決唔理嘅。星期三莫乃光提出嗰個口頭質詢，都叫咗阿蘇錦樑嚟答啦。但係答嚟答去咧，佢就係話：你知而家由王維基入紙到今日咧33個月。但係咧，係而家咧叫階段叫做行政會議審批階段。咁去到呢個審批階段咧就停咗啦，得噶啦，因為行政會審批階段咧係保密嘅，所以咧蘇錦樑就唔可以講任何嘢嘅。咁佢就咁啊答完噶啦，咁啊繼續無了期拖落去啦。係啊，無了期拖落去噶啦。咁你啲投資者燒銀紙啊，咁樣又消磨你嘅意志啊，呢啲整體呢幾件事咧，我覺得要連埋佢咧。先至能夠即係升到去係港共政權想即係滅聲嚇，唔俾咧呢個啲傳媒唔聽話嘅傳媒去發聲咧，咁樣即係但係咁樣連埋，又能唔能夠再去到國民教育嗰個層次咧？我覺得即係香港社會個反響比我預期更少咯，因為傳媒嘅關注亦係少。係啦，你睇下商台啊嗰啲都冇乜理，冇乜講過㗎。係啊，我見到前幾日免費報紙綠色嗰個叫咩 Metropole 啊，係啊，都市日報係都市日報都特登將兩件事連埋啊。佢都話即係一個就有錢，不過咧就冇牌，一個有牌就冇錢嚇咁啊。都希望咧將成件事咧可以串連起上嚟，然後咧再升格多一個層次咧，就去到言論自由嘅 level。係啊，其實我都有啲懷疑點解，譬如新城或者特別係新城啦，點解新城唔出聲嘅？即係佢唔出聲，即係學翻你嗰句，其實都唔使估噶啦，都唔使懷疑嗰啲之類噶啦。即係新城唔出聲咧，其實你都睇到一樣嘢咧，就係佢聲都唔敢聲，因為其實如果大班執咗咧，對佢係有影響嘅。係一來佢個餅可能冇咁容易做得大啦，二來就係其實佢哋而家仲有好多發射嘅設備咧。係未起晒嘅，係要幾間公司夾錢起嘅。咁如果大班一執咗咧，變相就即係新城同埋鳳凰咧，係要俾多啲錢出嚟。即係其實我懷疑緊懷疑啫嚇。余真係咪收到風咧？其實係要滅呢個數碼廣播成個技術啦。所以商台咧就懸崖勒馬咧就唔投資啦，寧願係做網上廣播啦。係啦。即係咁，而新城就冇乜所謂嘅。新城而家開咗一條台嘅啫，就係數碼財經台。咁佢就做樣嘅啫，其實。但係佢哋嘅投資都好大，因為佢哋要起多3個直播室啊嘛。係啊，然之後參觀過啊。係咩？係啊，我帶學生去參觀嘅。係咩？我教 Open。你之前去過？係之前去過。唔係上2個月啫嘛。因為
照我所知，即係佢哋要夾錢起埋嗰啲發射站啊，或者嗰啲發射裝備，要幾間公司夾錢。而家你冇咗 DBC 之後咧，即係其餘嗰啲兩個商營嘅電台，咪要揞多啲錢出嚟咯。你知唔知數碼廣播呢個技術咧？係94年我入行嘅時候咧，已經開始講，已經開始研發。嗰陣時候楊振耀就已經話試播㗎啦，哇，好勁㗎數碼廣播！嗱，歌名又可以有心機打出嚟，係咪好勁啊？歌詞都遲啲可以打到出嚟嘅喎。其實我覺得唔係好勁，嗰陣時真係覺得好勁噶嘛。你知唔知嗰陣時咧攞個藥方咧係要寫信去電台等1個禮拜先嚟翻噶嘛？哇！數碼廣播好勁㗎，佢有個屏幕，成個藥方咧可以顯示出嚟㗎。哇！真係好勁喎，咁樣即係咁我咪要抄？點解你唔 post 上 forum 咧？冇啊嘛！但而家我就嘲笑90幾年啊，真係冇爭。而家調翻轉講就電腦都唔知做緊乜嘅，梗係唔勁啦！數碼廣播即係講緊呢個技術啊，可以傳送圖片咁樣，即係初嗰啲 TVB 開台都有㗎，即係啲主持人揀啲圖片咧，咁用嚟傳送啊，襯埋首歌啊咁樣噶嘛，即係發揮個數碼廣播個多元噶嘛。咁唔係講呢個技術嘅問題，係講咗咁多年，即係10幾20年，真係有間電台佢係成功叫做啟播，而係有一定嘅即係質素嘅節目。其實政府係。我覺得係應該要支持呢一樣嘢，而唔係咧翹埋雙手由佢死，咁係浪費公帑，係浪費咗呢20年研發數碼廣播。一係你就話原來失敗嘅呢個數碼廣播，不過佢都可以出嚟判失敗嘅，因為老實講真係呢個純粹呢個技術啊，已經係比即係時代落後啦，即係世界各地數碼廣播真係大成功嘅咧。亦都係冇，係㗎，冇呢個例子，係啊，因為已經用手機啦嘛，係咯，因為其實收音機本身已經唔係一個主流、最主流嘅一個傳播媒體嚟啦。咁你再加埋數碼收音機，咁其實都係冇乜作用。因為其實你外國咧好多受歡迎嘅電台節目咧，都係以清談為主，佢哋根本連 AM 都唔介意，因為其實最主要就係嗰個射頻遠嘅啫嘛，即係佢個覆蓋範圍廣，係緊要過佢好唔好聲。因為其實即係人把聲。嗰個 quality 係有限嘅啫嘛，其實你就算俾我新環迴立體聲人聲，咁有乜所謂咧？因為係咪有乜所謂咧？即係就算你玩5.1嘅時候咧，都其實淨係前面嗰個中字會出聲出人聲嘅啫嘛，其餘嗰啲都係出環境聲。係因為咧數碼廣播技術而家香港仲有一個局限，就係嗰啲發射站咧唔夠強咧。數碼廣播係一係收得好靚，一係收唔到完全。我都話帶翻俾我個收音機咧，我喺人網 office 咧從來未收到過嘅，因為即係如果冇窗口啊，即係嗰個收音機好凄涼啊！佢作為一個數碼收音機，仲有一個 DBC 嘅數碼收音機，我都收唔到 DBC 數碼台，仲要拎出街，快拎出街收一收佢啦，因為完成個歷史使命，即係曾經試過收到啊嘛。你 keep 住佢啦。咪講翻正經先就係我今日講其中一個 point 咧，就係大家而家針對住蘇錦良啦。但係蘇錦良你知道佢係唔話得事㗎啦。去間茶餐去間酒樓，如果嗰人唔話得事，你就梗係叫部長出嚟啦。係啊，部長再唔話得事，就梗係叫經理啊、經理老細出嚟啦。咁而家呢個情況，我覺得一樣嘅啫。蘇錦良唔肯去面對呢樣嘢，你睇下吳克儉唔話得事，咁就林鄭月娥出嚟啦嘛，即係一路撐住佢啊，即係保護住佢啊。船難事件咧，大家話阿張炳良即係好似冇盡責喎，咁又下林鄭出嚟，又係撐住佢啊咁樣。咁起碼我哋都提升嘅層次，要林鄭出嚟，即係撐住啊。咁個辦法係咩咧？就照蘇錦良照得好勁㗎嘛。辦法就係都係睇人數咯，即係如果國民教育都係幾百人。只係得學民思潮嘅一班學生去搞，咁就梗係吳克儉都唔見你啦，係咪啊？咁啊點會有林鄭月娥或者有梁振英出嚟啊？其實呢件事都即係正好就表露晒成個傳媒嘅生態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香港好多傳媒就主要嘅傳媒咧，其實都係俾一啲財團壟斷啦，或者一啲大有錢佬壟斷。咁你喺香港做得有錢佬嘅話，其實你都同大陸嗰個關係好難分割㗎啦。即係始終都有呢一個掣肘喺度啦，好難好大聲咁出聲。尤其是香港嗰個廣播制度或者係嗰個系統啊，不嬲營運開嗰個制度啦，唔同外國咁。譬如外國係有一個即係獨立嘅編採委員會咁樣，即係啲老闆唔可以直接干預嘅，因為佢有個 board 喺度阻住啲老細，隔住啲老細。咁但係你從DBC 漏出嚟嗰條聲，嗰個股東大會。即係佢哋股東會議嗰條聲已經出到嚟，就係話啲股東可以直接干預到個編輯係咪自主。所以我話下一個戰場咧就未必喺政府總部公民廣場。我今晚問點解係政府總部咧？佢哋最近呢個
香港嘅權力，即係最近嘅蘇錦樑 office 啦咁樣。但係而家出現咗中聯辦干預黃楚標事件，咁你下一個戰場就應該去西環，西環嗰度集中咯，聚眾咯。如果你有幾萬人集喺西環，好似我哋七一啫，我哋七一都係咪萬幾人啊？1萬咯，係啊，萬幾人都要好壯觀下啦。但係嗰個衝突面個爆炸點係點樣可以即係聚到眾去中聯辦呢？呢個係一個要思考嘅問題。咁但係站住社會運動嚟講咧，即係檢討今次即係未必咁快檢討啦。但係即係從一個初步去睇咧，其實我話唔係好明點解要做3日嘅。即係點解唔一次過晒冷去做1日？因為今晚就比琴晚少人啦。咁如果阿李錦雄今日都有講，佢話如果聽晚都比今晚少人咧，咁就真係係㗎。因為你頭先一開始已經講話佢哋個感覺都幾愁雲慘霧咧。其實係咪即係一早已經打定輸數咧？嗱，咁停咧，你唔會聽日忽然間有個救世主落嚟話好禮拜一繼續播咁樣啊嘛？呢個係唔係好真實嘅諗法啊嘛？嚇，但係。所以佢哋都諗住即係會熄燈熄咪咁噶啦，at least 都暫時停住先㗎啦。咁今日仲有一個 idea 嘅，就鄭家富話佢話同余若薇商量，不如逢星期3立法會開會咧，都去到公民廣場嗰度即係聚眾做節目廣播咁樣嚇。咁我話唔好星期3喎，3、4、5都要嚟喎，即係你知道而家立法會裏邊我哋勢孤力弱，真係如果外邊有數萬群眾支持住咧，就唔同啲嘅。嗰啲葉國謙啊、蔣麗芸唔係夠膽咁大聲講嘢嘅。如果出邊有10萬8萬人咧，係咪啊？但係我即係今日溫馨提示嗰啲在場朋友就係，可能以後個禮拜我哋有幾日咧都要嚟包圍政總，唔係政總就立法會，係唔同議題啊。其實而家所有嘢分一個議題就係港共政權咧係赤裸咁樣去堅決咧就係做佢嘅壞事嚇，即係我成日講蘇錦樑佢可以扮嘢出嚟調停噶嘛，最後調停唔到咪得咯。佢而家連扮嘢係啊，連扮嘢出嚟調停都唔扮嘢。唔係，其實我甚至乎覺得即係以黃楚標為首嘅嗰班財團，其實佢哋係佔據咗超過50%嘅股份噶嘛。其實如果佢玩耐啲就係好啊，我照泵錢，泵完錢之前我攞翻嗰個控制權嘅話，即係攞翻個管理層嘅話事權嘅時候，然之後我揾周融嗰啲人入嚟做廣播，你唔可以話我冇言論自由。而家嗰個黑人憎同埋一個赤裸嘅程度就係我玩都費事，我費事拖，我而家就要你死。佢都話㗎，我唔好俾錢買多架私人飛機。係啊，你有聽啊？有啊，係啊，即係。佢亦唔稀罕你買埋佢嗰嚿錢。係啊，而所以即係俾我哋即係作為觀眾聽眾嗰個感覺就真係好差。即係你連句咁嘅説話都噏得出啦。即係對你嚟講，即係去繼續泵水同，只不過係比唔上起你買個私人飛機。但係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其實而家就係赤裸挑戰緊我哋嘅言論自由。即係調翻轉嚟講，黃楚標我都即係雖然都係氣上心頭㗎啦，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佢個責任性又少好多。佢都唔係香港人嚟嘅。係喎。咁佢梗係可以講係啊，嘅咩？就算有啊，佢都係當其時都冇啦。唔係，就算有啊，佢都係嗰啲咩大陸專才嗰啲。係啊，即係佢根都唔係香港。但係你李國章嗰啲係撲街啊嘛。係啊，李國寶兩兄弟都有份㗎啦。但係聽到嗰個李國章把聲。係啊。即係呢一啲受住西方教育嘅人長大，即係知道民主嘅可貴，都可以講得出啲咁嘅説話，可以做到啲咁嘅決定。除咗撲街，諗唔到第二個更加適合嘅詞語咯。唔係講到尾，佢哋一開始都不安好心啊！即係搞呢壇嘢出嚟，諗住都係懟梁振英嘅啫。邊個懟梁振英啊？唔係佢哋搞 DBC 咯。哦，咁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啦。係咁啊，講翻其實呢個港共政權或者保皇黨咧，而家係徹底地赤裸地咧，係唔理民意。唔理民主派議員嚇，你睇下平時我哋玩 show hand 有冇話第一鋪就 show hand 嘅？冇噶嘛。有第一鋪就賭聖啊嘛，晒你啦！你冇睇過佢同阿紅爺賭咩？晒你啦，唔使講嘢啦，晒你啦，唔使講嘢啦，晒你啦。你睇下而家葉國謙係第一堂財委會。已經係晒冷㗎啦，要收緊呢個議事程序。嗱，我就覺得收緊就係梗㗎啦，不過係有個過程㗎嘛。嗱，你要個議事規則委員會即係成立咗之後正式開會啊，有人討論完咧就即係梗係嗌晒交，跟住咧就分大會又再拉下布，即係咁樣咁樣嘅過程㗎嘛，而唔係你即係第一堂就拎嚟話要收緊財會，即係我覺得呢啲作風啊。你已經知道佢一定係背後有人俾指令佢有膽啦，我相信佢哋亦都唔係好恨
即係第一堂就嚟 show hand 就要同我哋死過決戰咁樣，開幾廿個鐘頭會咁樣。呢個拉布戰，我哋一陣間再詳細講啦。咁啊，以呢個鐘頭剩翻呢個半小時剩翻好少咗我。咁我咧真係非常之充實啦。講星期三開會，可以星期四開會，跟住琴日財會啦。咁啊，毓民咧。就因為佢星期四入咗醫院做身體檢查啦，咁琴日就個精神狀態都麻麻，所以內會開完選咗帳務委員會嘅入到去個成員之後咧，財會開咗一陣咧，咁佢就早退啦，咁啊叫我同大嚿咧撐住，咁跟住大嚿咧又7點零鐘咧又即係佢又有事啦，佢冇諗住開咁耐啊，佢諗住係開到7點到啦，咁但係原來咧內會之後咧佢再有權開2節。因為之前已經簽咗通告㗎啦，咁所以咧就開到成8點幾，剩翻我同毛哥喺度咯，咁啊，你都係㗎啦，咩啊？剩翻你一個啊！如果人哋要全面開戰，你都奉陪到底㗎啦。咁當然啦，呢個甚或是議席都可以唔要，冇政治考慮。議席就嗱，我講呢個議席，即係大家唔好以為我唔珍惜嗰個議席啊。係，其實係講緊嗰個決心，唔係因為話驚得罪咗啲選民啊，或者有人話即係玩嘢啊、浪費公帑啊，呢啲我完全你唔使同我講，唔使同我聽啊。就算你話會少咗人投我票嘅。我覺得我哋做嗰陣時係啱嘅，都一樣會係堅持到底做落去㗎啦。即使係輸掉議席啊，都冇話咧係政治考慮嘅。呢個我琴日講嘅時候講呢件事。不過我最想講咧就係咁講，琴日開會啦，咁開到臨尾嘅時候咧，就收到一個電話就話阿毓民都係唔係好舒服，所以今朝咧就要我替佢去一個咧高峰會議，就係呢個香港政黨嘅。上一次我哋去高峰會議喺泰國嘅高峰會議真係有高峰喎，今次你有冇咧？今次有啊，今次好勁㗎嗰啲人。嗱，陣間之前詳細講呢個高峰會議，咁呢個高峰會議咧又可以咧之後咧會引入講咧就係泛民之間嘅關係啊，泛民同建制派嘅關係啊。呢個高峰會議嘅與會者包括新任行政會議成員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啦。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啦，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啦，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啦，仲有民協嘅廖成利啦，工黨副主席何秀蘭啦，新民主同盟嘅輪任召集人范國威啦，同埋咧人民力量嘅副主席係我做咗副主席而家，萬變陳志全嘅。係喎，唔記得報出嚟喎嚇。係啊。咁又話有高峰咩啊？邊度有高峰啊？高峰。行政會議成員都有做唔高峰，哇係啊！民建聯主席做唔高峰，佢扮 get 唔到啦。咁咧都呢個會咧都非常之精彩。我哋個題目咧係關於信任嘅建立，就係講緊咧政府同政黨之間咧點樣去建立嗰個信任嘅關係。哦，係咩講政府同政黨㗎？我以為政黨之間有政府同政黨，政黨同中央，政黨同建制派同民主派，民主派同民主派，即係。之間咁全部都有討論到掂到嘅，即係將之炒埋一碟啦。係啊，咁啊，不過其實呢個題目咧，我一注踢爆咧，就係當年張炳良仲係教育學院嘅校長嘅時候咧，佢就已經想用呢個題目，咁所以咧佢即使走咗之後咧，都繼續用呢個題目，即係今年。其實講緊政府與政黨之間係要廣告啊，嗬，講埋呢句先。政黨與政府之間講緊點樣去建立信任咧？其實我覺得個 hidden agenda 咧就係講緊合作關係。呢個設計嘅題目咧，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問題。我就覺得政黨與政府之間咧，唔係一個信任關係，而係一個質疑嘅關係。不過一陣間休息完翻嚟再講。哇 Jacqueline 真係好勁啊！我唔試過都唔知原來真係得嘅喎。Jacqueline 梗係掂啦。信我啊 Jacqueline 超掂啊！你講邊個啊？你連 Jacqueline 唔識，梗係都暗瘡啦。有 Jacqueline 冇暗瘡。係咪電話公司啊？請問 Jacqueline 電話幾多號啊？任何類型嘅暗瘡都可以治癒嘅，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我係揾 Jacqueline 幫手，佢2個月幫我搞掂晒啲暗瘡，而家冇晒暗瘡，開心翻晒。有 Jacqueline 冇暗瘡。葉念琛作品1年1度愛情超爆話題作，張智霖、劉心悠真人真事啟發而成，天生愛情狂，10月25日愛為你瘋魔。靚煲王促新推出赤版豚骨煲，鮮辣新口味，好特別。
除咗正宗澳門豬骨煲同靚煲王，佢嘅新鮮手切肥牛同專門搜羅嘅優質新鮮生料，亦都遠近馳名。靚煲王仲係衛生署認證嘅有形食肆。嘗一嘗靚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蝙蝠俠咧就將所有嘅希望就擺咗喺呢個有錢女嘅身上，點知有錢女先係所有罪惡嘅根源。所以話俾你聽，你揀啱一個女人咧，世界就唔會毀滅噶啦。咁所以咧，世界嘅邪惡要擺平咧，首先就係要識得揀女。逢星期一晚10點 ，One Like Stand， 戀愛小天后伍樂韻搭上學生會會長蘇浩，咁 like 只有 Stand。應該咁講，應該對於每一個男人嚟講，揀一個啱嘅女人，仲難過拯救世界。禮拜二晚8點，天外有天，我哋呢啲咪叫做關愛同埋不一樣的基督教精神咯。同埋我哋尋求真理係互相指正㗎嘛，尋求真理係啦。有咩偏頗，大家都可以討論啦。咁即係有啲網友聽眾，如果有興趣嘅，要留名嘅啦。係啊，先做到。起碼要100個。有興趣加入呢個國民教育嘅監察組。係啦，啲教材嘅。喺邊度留名？喺邊度留名好啊？留名好啊！喺我哋個專頁啦。天外有天嘅專頁，Facebook 又有天外有天，唔使喺窩度寫嘅。咁我哋俾多2日睇下學文嗰邊做唔做先啦。禮拜二晚8點，天外有天。11月5號，愛多啲，愛上。I'm back。林宇陽、慢必、劉墉，仲有袁利明同星屑醫生，同你一齊成就網上最大檔。你想宣佈啲咩先？10點04分繼續網上最大檔，咪頭先講咗2句，咁啊講埋啦。咁人民力量咧，其中一個副主席麥業成咧就退出咗啦。咁我哋上一次嘅即係剛剛開完嘅執委會咧，就重選咗新嘅副主席。咁就係我咧同埋欣新，即係欣新講就係原任副主席啦。咁啊另一個咧。